校讲客语，咪咪笑共好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收看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共好吧。我们平常呢，在教小朋友讲话的时候，也会讲一些身体的部位来开始学习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谈谈客家话有关于眼神各部位的说法。眼神，什么是眼神呢？不是徐薇老师说眼神发音不标准哦，我要说的是客家话的圆圆的身体，眼神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意思，也可以说成神体。客家话里面说的这个身体呢，神体或眼神，其中呢，我要先讲到就是我们脖子的部分，颈子的部分，怎么说呢？注意听哦，颈颈，颈颈。这就是指脖子的部分。好了，再来呢，脖子这下面啊有一个叫做蛤蟆盖，我对这个印象最深刻，因为从小啊，我的爸爸妈妈就会说哦，我呀怎么呀，懂太上盖，就说我是个大嗓门，太上盖，我就问爸爸咯，什么是盖呢？我就要解释了。蛤蟆就是青蛙的意思，青蛙它下巴这个地方就叫做盖，所以太嗓就是很大声，太嗓盖。还有咯，讲到客家人跟颈子有关的说法呢，大家一定很熟悉，叫做应景精神，对不对？昂降，昂降。就是客家人的脖子很紧，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可能是客家人啊，在历史上有几次的大迁移，因此呢，就发展出这样子顽强抵抗、抵死不从的精神了，所以就有所谓的应景精神，昂降。所以客家子弟可以说是昂降自踢。昂降自踢，意思就是指比较有这种顽强抵抗精神的这样子的人。所以如果他平常说你不要太昂降，你不要太应景哦，意思就是指你不要太固执的意思。这倒使我想到英文有个异曲同工之妙的说法，叫做 die hard。这个人是个典型的 die hard， 意思就是指让他死很困难呢，他抵死不从就像我们客家人说的昂降的意思是一样喽。别忘了你每天都要跟着徐薇老师一起来学客家话，咪咪笑共哈发，明天见喽，按字 say 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